對於腦中風同腦疾病而導致身體偏癱嘅人士嚟講，無法使用患側嘅上肢做一啲日常生活活動係最大嘅問題。所以我哋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系研發出一種治療方法，叫做提醒治療法，就係通過一個攜帶式裝置，例如呢隻手環咁樣，佩戴喺患手身上，從而提醒患者多啲使用隻環手做一啲日常生活嘅活動，去克服習慣性廢用。有咗我哋呢個最新嘅閉環技術，我哋可以通過檢測患側上肢同埋健側上肢嘅活動能力，從而調校出適合患者嘅提醒次數，令到提醒治療法更加精準同埋個人化。另外，呢個攜帶式裝置可以聯繫手機程式，患者可以按住手機程式裏邊治療師俾嘅家居運動，從而促進佢嘅康復同埋大腦嘅可塑性。好，李女士，你呢個禮拜都好勤力咁樣做運動喎。係啊，林姑娘，但係我隻錶冇乜點震過，係咪代表我運動量唔夠啊？唔使擔心，我哋一齊睇下。嗱，呢個圖表就係手錶所顯示嘅數據啦，顯示緊你環手嘅活動量。咁呢條虛線就係我 set 俾你嘅目標活動量，睇下你達標㗎，好多時候仲做超多運動添。原來係咁啊！咁我要更加俾心機做運動啦。最近我發現我隻手有力咗好多，之前有啲動作我做唔到，好似執積木嘅遊戲啦，我用咗手錶同埋手部運動之後，覺得容易咗好多。依家每個動作做出嚟輕鬆咗，直頭連掃地啊、抹台啊都輕而易舉。咁就好啦，咁之後就繼續用返個手錶同埋個 app，咁活動多啲嘅環手，康復就會更加快。